慢走啊！哎，慢走慢走。哎，大哥，哎，里面请，里面请。饿了吗？吃吧。够吗？这儿还有呢。哎，看你的样子，也不像叫花子，是不是家里遭了难呀？吃吧，啊，吃吧。来，拿着。看样子饿了好几天了吧？多谢主人家，我吃饱了。你这叫花子确实有趣，吃饱了。我还从来没听说过叫花子有吃饱的时候。拿着吧，现在吃饱了，总有饿的时候。饿了再吃啊。人应该有知足的时候，知足常乐嘛。能遇到店家这样厚道的人，我确实应该知足了。不知店家可否赐我一碗水喝？哦，你等着啊。来，喝吧。慢点，慢点。多谢。哎，没事没事。我刚才给他叫花子端碗水，明明用的是粗瓷大碗，可我再一低头，这变成了金碗了。哎呀，店家，你的心好，这是遇上神仙了啊！神仙，这有神仙！看看，哎呀，神仙！他能是神仙？真对不起啊！臭叫花子，把你扫帚拿开！姑娘，对不起，小人鲁莽，惊吓了姑娘，我这里赔罪了。你是傻子吗？怎么见了本姑娘的马道，不闪不躲，将我掀翻在地？究竟是何道理啊？姑娘容禀，小人正在低头想事，确实没有听见，也没有看见。一个臭叫花子，还有什么事可想的？也就是阎王爷打了个盹儿，披了张人皮在你身上，否则与畜生无异。这位大小姐，想必弄错了。叫花子和大小姐，丑的和美的，本质都是相同的，到死的时候，都是一副皮囊而已。其实，并没有什么高低贵贱、美丽丑陋之分。说不定到了那一日，叫花子能上天堂。大小姐却要下地狱呢！你这个臭叫花子，竟敢撞我下地狱！诸位，请住手，请听小儿一言。诸位，这个小兄弟可是好人呐，虽然看着像个叫花子，其实是个神仙。我看你他娘才是神仙！诸位，为这小兄弟求求情吧！住手！凭什么打人？再接
己至少骑那么快的马，差点撞着人，还厕所里。实力再大，也不能随便欺负穷人。就是没人欺负人，不能欺负人，是啊，不能那么欺负人呀！不用欺负人啊！都给我滚开！古筝小姐，哎呀，算了吧，真是个叫花子，置什么气呀？谁有志气？你们能把我怎样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大哥，都算了吧，打几下就行了。闭嘴！叫花子，你就求个情，让小姐饶了你吧。滚！哎呀，别打！别打那小伙子了！这个混账东西，竟敢用石头砸我！来人！大姐，把他给我捆住，拉回庄园给我喂狼狗！啊！你没听见吗？大小姐，这叫花子虽然可恶，可还用不着害他的性命吧？啊，对呀，是啊，是啊。你们敢不听我的，一起拉回去喂狼狗！啊！带走！是。这个叫花子，他现在报告！什么人呢？这是，就是什么人呢？太不像话，太不像话！这个叫花子，可咋了？古筝小姐，别上他，他是神仙。哎呀，这请问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一个叫花子被陈武珍抓走了啊！是个什么样的叫花子？那人个子高高的，长得很清秀。陈武珍是谁？陈武珍啊，是本地乡绅陈元春的女儿。这父女俩是本地有名的一霸，叫花子被他抓走，八成是活不了。是。真是，太不像话了！先把这个臭小子关进黑屋里，等我晚上快活回来，再来炮制这死。是，走。进去。把门打开。把这个臭小子给我带到潜营去。是。等等，你在笑什么？死到临头，亏你还笑得出来。你这样的人其实挺可悲的。我感觉到你一直生活在世界上最阴暗的地方，因此你的心里没有一丝阳光和温暖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拉我走吧。给我带走。好。进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到底求不求饶？你再不求饶的话，我就把你扔到虎圈里去。不劳你费心了，我自己会走。给我上去咬他，咬死他！快去咬他呀！你们干什么呢？这。 上啊！ 你们干什么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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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啊！ 你们干什么？ 上啊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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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啊！
电的说中了呀，这位是个神仙吧？我看这位就是神仙，这么厉害的盲狗都不敢上前。王老六，你下午还打他呢，我看你悬了。别跟这儿瞎说，那是小姐让我带的。上啊！咬他！咬他呀！小姐，小姐，什么？老爷叫你现在就回去。把他给我关进小黑屋里。走。哎，请。请神仙莫怪，下午之事，我们也是情不得已。是。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记恨你们，我不会记恨任何人的。是，您是神仙嘛，大人物记性很过，不会和我们凡人计较。对。请神仙再委屈委屈，这是我们武珍小姐让我们把您关在这儿的，这可与我们两个无关呐。是啊。我说过了，我不会记恨你们。那就好，小人告退了。小女武珍刁蛮无礼，得罪公子，望公子原谅。小姐，快请起，小人肤浅，受不起此等大礼。公子如果不肯原谅我的话，小女便长跪不起。我从来没有怨恨过你，也就谈不上原谅。快起来吧。请问小姐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昨天晚上，我父亲突发疾病，奄奄一息。正在堪堪待命之时，忽然来了一位仙人，用灵丹将我父亲的病治好。我们一家向仙人道谢，可仙人说应该感谢被你们关在黑屋中的那个年轻人，是他请我来的。说完这话，他便不见了。请问小姐，贵庄上有多少小黑屋啊？只此一间。我父亲问我是将谁关进了黑屋，我如实禀告。父亲将我狠狠地责骂了一顿，让我马上来向公子道歉。这位仙人倒也奇怪，话也不说个明白。我想你们一定是谢错人了。我并不曾请什么仙人为令尊治病，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令尊有病。公子不必再谦了，仙人所说明白，就是公子无意。既然你们一定认为是我，那我也不再推辞。以后知道谢错人了，不要怪我话明说在前面。你真是个怪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乔灵儿。我叫陈武珍，父亲陈元坤，是本地的乡绅。啊，咱们到正堂去吧，我父亲正在等着我们。好啊，他来了。灵儿，灵儿来了。老伯，武珍姑娘。哎呀，灵儿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别老武珍姑娘、武珍姑娘的，叫我武珍就行了。啊，好。老伯，武珍，我在府中也住了半月有余，今日特来向二位告辞，多谢二位这些日来的款待之情。怎么，这么快就要走啊？啊，叨扰多日，已是非常惭愧。哎呀，不行，我不让你走，我还有好多话要和你说呢。啊，有什么话你说便是。傻瓜，那些话只能咱们两个说，连爹都不能让听。这个傻丫头，真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灵儿啊，是不是在这住着有些不习惯啊？给我把管家叫来，问他如何慢待了灵儿少爷，看我不重重罚他。好。哎，老伯，庄里人对我礼敬有加，已做得尽善尽美，老伯千万不要胡乱责怪。那你是怪老朽照顾不周了？灵儿啊，我俗事繁忙，不能天天陪你，因此叫武珍代行此职。武珍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到之处，惹灵儿不满呢？哪里，武珍对小侄体贴入微，对我甚好。好了，小侄不走便是，再住几日。这才像话嘛！走，我们出去玩去。
手为什么出那么多的汗呢？没什么，只是有些不习惯。不习惯什么？不习惯我拉你的手吗？灵儿，你用你的手摸着我的胸口，你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得有多厉害？武真，别这样。感觉到。我是个敢爱敢恨的人，可能不像其他女人那样娇柔造作，可是我说出来的话都是真的。灵儿，我爱你。那天在犬营，我看到你的模样，我简直被你迷住了。我的心就像有个小鹿在扑通扑通地撞我。我不会撒谎，我喜欢男人，尤其是像你这样的男人。灵儿，我什么也不想瞒你，我经常和一些男人幽会，可是没有一个是我真爱的，只有你。只要你答应和我好，我什么都愿意给你，包括我的身体。你说，你经常和别的男人幽会？那是在没有你之前。我对你说过了，我喜欢男人。我觉得有了男人才能证明女人的存在，知道吗？我有过很多男人，可是没有一个像你这样。我真后悔，为什么我的第一次没有给你？店家，哎呦，客官，您是打尖啊，还是住店呢？住店，给我一间上房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这个镇上为何如此冷清？哎呀，不瞒客官说啊，最近这个镇上不太平，竟出些怪事儿，将街坊四邻吓得关门的关门，闭户的闭户。什么怪事？哎呀，女客官，我给您提个醒啊，申时之后千万不要出门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是这样的。最近镇上许多年轻的姑娘在夜间突然失踪了，几天以后才在荒郊野岭找到尸体，尸体上伤痕累累，血迹斑斑，惨不可言呐！显然是被人糟蹋了以后杀害的。是谁如此胆大妄为？哎呦，我的小姑奶奶，您小点声，让她听见了，大伙都没命了。让谁听见？你听我说呀，事发以后，我们请来了官府的捕快，却无法破案。这会儿啊，就有人说这根本不是人干的，是鬼。鬼？于是我们各家凑钱，请来了法师。那个法师说此乃恶鬼作祟呀。大家一听，赶紧集资请他施法拿妖啊。不想那个法师去了一夜，到第二天早上也没回来。后来大家在山间里找到了他的尸体，已经被这个妖怪打得脑浆迸裂呀。从那以后，本来一个热热闹闹的小镇，弄的是家家闭门闭户，大家不敢轻易出门。我听传说啊，7月7就要到了，正是恶鬼还阳的日子，所以这些天还是小心些为好吧。店家放心，我晚上不出去便是。
我无法控制自己。那好啊，证明你爱我爱得很深。不是这样，吴真，好像是醋意中萌发的一种报复的爱，因为别的男人照顾过你，可是他们却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你的心，而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心，才能证明比他们强。我承认，这是种爱，可绝对不是我想要的那种。有时候，人想要，并不一定就是他需要。可是小珍，我有爱人，他叫白莲花，他为了我死。我真爱的女人是我的必有仙子，我觉得和他的感情才是我真正的爱。这么说，你对我不是真正的爱？可以这么说，因为我本来对你根本没有丝毫的爱意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就是无法控制我自己。我不管你怎么想，我是个占有欲很强的女人，我要占有。你是我的，任何人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来，我要你。
中的那个女子吗？我乃蓬莱岛东华帝君的弟子，碧游仙子。我乃青阳观青阳道姑的弟子白莲花。白莲花？你叫白莲花？怎么？没什么。想起了另外一件事，你为何连夜之间独自在街上走动？我半个月前来到陈关镇上，夜半被一个恶鬼所迷，潜入山洞之中，欲行暴力之事。我用计将他打成重伤，那恶鬼借狂风逃脱。从那开始，我就一直在寻找这个恶鬼。最近镇上又有许多女孩子失踪，我想，可能就是子药所为，因此连夜出来查访。我也是为了此事出来查访。姐姐，你找到要找的人了吗？你呢？人海茫茫，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姐姐，你我习法之人，该当去邪扶正。你我携手，替这一方去除妖孽，你看如何？正合我意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和你喝酒。啊？灵儿，我爱你。哎，你。别喝了，灵儿，我爱你。好了，别喝了，别喝了。灵儿，我爱你。武真，你看看你。你没事吧？啊！哎呀，你别喝了，你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？哎呀！相信酒后说的话是最真的。可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才是真实的你。我喜欢你的那种风华。好了，别说了。你怎么了，灵儿？这是我们俩感情的发泄啊！你不高兴？爹。啊！你们！哎呀！爹，我们俩好了。这伤风败俗，伤风败俗啊！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别打！老婆，我会去武镇的，我一定会娶她的。家门不行，家门不行啊！
那天我受伤回来，竟然发现你的犬营上有金光万道，从那儿我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个凡人。有了他，咱们就不光是还阳做人的问题了，吸了他的真元，定能成仙。还是爹有办法。我那一套仙人之笔的谎话，还真把那小子给骗了。爹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我要他。你答应我，我们吸干了他的真元后，您可不许杀他。行，谁让他是我女儿的心尖呢？爹，我们从地狱里逃出来，马上就快1年了，明天便是7月7日，我们能不能还阳，就看这一次了。我苦候了1年，采集阴精，就等7七之术一到，便化成人形。不想那晚竟碰到了对头，被他打成重伤，到现在还不能还原。爹，那你就直接吸取灵儿的真元不就行了吗？那是不行的，我是男人，只能吸取女人的元神。明晚我和灵儿圆房后，将她的元神吸走，再将灵气传给你，我们2人一同成仙。你只要吸取了他的元神就能成仙，可我就不行了，我必须要先还阳成人，才能再接你的灵气成仙。你上次说成人之道要采集49个女人的阴精，现在怎么样了？我已经用了48个，明晚子时之前，必须要再用最后1个。傻瓜，你别这么苦自己。爹说了，我们成亲之后，家中的一切都由你来掌管。武真，我酒后乱性，竟然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了，你会不会看不起我？如果你不想和我成亲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可以自杀，保全你的名节。能把身体给你，是我最大的幸福。无论在何时何地，我都愿意。灵儿，如果你现在想要的话，我还可以给你。这就是我对你的心，灵儿，我爱你。我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明天我们就要成亲了，那时候我就会成为你真正的女人了。我希望你能够负起男人的职责，一心一意的爱我，照顾我一生。武真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做我应该做的事。现
保全你的清白，但我绝不能娶你。你是鬼？你说对了，我就是鬼。我不会让你走的，我爱你。其实，昨天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，我只是脱光了自己的衣服，睡在你身边而已。可今天子时，我们就真的要圆房了。真卑鄙！鬼哪有不卑鄙的呀？这很正常。今晚你就真的是我的神。哼！哦，我爱你，这是真的。这里不安全。今天是7月7日，是恶鬼出没的日子。哦，我倒不知道。我看你倒不像恶鬼。这么晚了，姑娘为何一个人在街上独行啊？心中烦闷，出来走走。啊，我家就在附近，不如请姑娘到我家中一坐，你我二人好好谈一谈。闺中寂寞，也难得与你这么英俊的男人见面，如此也好了。如此真是太好了，小姐秀美绝伦，小生倾心仰慕。我们走吧。请。
你是什么人？蓬莱密友。我与仙界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你为什么要算计我？因为你要算计我。啊！纯粹是为了吸取他们的元气，从来就没喜欢过。可今天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你这个妖邪，我就是死了，也不会让你称心如意。妖孽！你是何人？你这妖孽，祸乱人间，实在该死！怎么，你也看上这小子了？要跟我抢情人来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和他上过床，他是我的人。放屁！今天换我好事，我定不能与你干绝。有人吗？有人，快来人呐！灵儿，我可算找到你了。碧瑶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对不起你。什么都别说了，只要找到你，我这几个月的辛苦就算没白费。好姐姐，你别哭了，都是灵儿的错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是高兴的，灵儿，灵儿。我好想你，我也想你。碧瑶姐姐，
真的是我。找到你了，莲花，我一直以为你死了。青阳道姑从妖怪手里救了我，又教我练习功法。灵儿，你是怎么逃出石敢当的魔掌？你说什么？魔掌？你还不知道？石敢当是个大魔王，他想要控制你的思想，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。莲花，这话谁说的？是我师父青阳道姑。不，他肯定是错怪了石先生。他在危难时多次救了我的性命，怎么可能是大魔王呢？是真的。石敢当佛面蛇心，先取得你的好感，再控制你的心灵。灵儿，你千万不要上当。不可能，石先生是我一生中最佩服的人，他刚直勇烈，方正豪强，正是英雄本色。你怎么那么固执？你知不知道，杀你全家的就是石敢当的部下？莲花，你一定是听了别人的离间之词。这件事的前后原委，我清清楚楚啊。灵儿，你不听我的话，总有一天你要吃大亏。我求求你，和我回师傅那里，他会保护你的。除了石先生，这世上谁也保护不了我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啊？你上了别人的当了。碧友，灵儿，有件事我必须要和你谈谈。你说吧。你离开蓬莱，我和师父都非常着急。你知道，你是个很重要的人物，离开了蓬莱，随时会遇到危险。他跟你回去才是最大的危险。什么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诡计。灵儿已经答应和我一道回青阳观见我师父。莲花，灵儿，你不能去青阳观。石圣临走的时候，将你放在蓬莱，必有深意呀。他当然有深意了，他要做的事本来就是不可告人的。你说什么？怎么，你们的阴谋诡计早已被我师父识破？俗话说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灵儿，别听他的，你一定要和我回青阳观，那才是最安全的。莲花，我还是那句话，石先生做事永远是光明磊落，我从没见过他耍什么阴谋诡计。你错怪他了。你怎么那么傻？他耍阴谋诡计会让你知道吗？灵儿，事关你的安危，此事你一定要听我的。灵儿，你是我丈夫，难道我还会害你吗？我知道。灵儿，石圣的为人，你心里最清楚，我就不必多说了。他临行之前再三嘱咐我和师父一定要保护好你。你想想，如果石圣回到蓬莱发现你不见了，必然会降责于我。你就算是顾全朋友的交情，也先随我回到蓬莱岛。如果实在想走，等石圣回来向他说明，你再走也不迟啊。碧友，你放心，明天我同你一起回岛。不行，谁也不能把你带走，你必须和我一道去见我师父。无意已决，谁也无法命令我做什么。莲花，你要小心你的师父。诡域伎俩，欲盖弥彰。为了他，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是吗？你很爱他吧？爱他超过了我，对吗？莲花，
我一直以为你死了。所以你就爱上了别人？我并没有忘记你。可你爱上了他。莲花，师傅，我已经找到了灵儿。哦，石敢当那爪牙，要将她带到蓬莱。师傅，你要尽快赶来啊！你尽量稳住他们，我马上带人赶过来。是。还没睡。睡不着。便算是倒霉，白天翻山越岭，晚上觉也不让睡。二弟，你看，哎哥呀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傀
立即法身。回岗法祖有旨，立刻赶往陈关镇。大师傅，快走！啊，去哪儿啊？马上赶到陈关镇。不是说好在这儿等咱们吗？怎么了？你看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灵儿，肯定是妖魔们知道了我们的行踪，咱们赶紧走吧。可是莲花她还没来呢。哎呀，不能等了，赶紧走，哪儿也去不了。是我给师傅传去的消息，让他前来营救。营救谁呀？别明知故问，你这个实敢当的爪牙，今天你也难逃公道。莲花，你胡说什么？碧幽是我的朋友，他是不会害我的。可我是你的妻子，难道我会害你吗？好了，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看看空中的阴云，云中都是妖魔鬼怪，他们一心想杀死灵儿。白莲花，你这样做不是要救灵儿，而是要把她害死呀！是吗？白莲花，你认贼作父，连自己的丈夫也不放过，你真是人面兽心！我求求你，咱们再不带灵儿逃走，她性命难保。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，我也不会相信你。你这个妖女，以色相勾引灵儿，好不要脸！贱人！灵儿快跑，向东方跑！灵儿，不要听这个贱人的话，她是石敢当的爪牙。别打了！众将官，将陈关镇团团围住，只要逃走的，一概得杀。师傅，莲花干得好。师傅，这就是我丈夫乔灵儿。这个妖女是石敢当的手下爪牙，他要将灵儿抓走。师傅，你们赶快把灵儿保护起来。你是你？如果没有我把你带回，你能有这么好的师傅吗？师傅，他就是杀死灵儿全家的人，你快把他拿下！孩子，我真不忍心告诉你，你上当了。我们本是一路人，因为找不到乔灵儿，所以才设下此计引你上钩。我们不但要杀死他的全家，连他也要带到天庭杀死。你，我骗你，是吗？是的，因为除此之外，我没有别的办法。把法身带回天庭。你们能不能告诉我，我到底是谁？你跟我回天庭见到魁罡法祖，自然知道。是你杀了我全家。不错。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反抗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你这有什么用？现在你们已经被众灵兵包围，如果动手，只会让
更多无辜的百姓遭受灭顶之灾。好，我跟你们走。这就对了。哼，不过我有2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不能伤害全镇的百姓。好，我答应。第二，不能伤害我的朋友碧游仙子。大王，你说。好，答应。你不能去，我就是拼死也要保护你的周全。有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你赶快回去告诉石先生。灵儿，你不能去。这可不怨我，是他先动手的。乔灵儿，你要是不随我回天庭，我就杀光这全镇上的人。我走以后，找位大夫，给那位姑娘治伤。好，走吧。走。灵儿，站住！你们都回家吧，我会治好他的伤。好吧。来，小心。现在死有什么用？是我出卖了灵儿。我来晚了。你是随我回蓬莱，还是要留在这里？你们要救灵儿吗？我随你们回蓬莱。好，这件事你们办得非常好。谢法祖。子谢，此事你绝功甚伟，我今封你为右护法，位列黑袍护法之下。谢法祖奖赏。将玉帝的法身带上来。是，带上来。不错，正是法身本尊。我能问个问题吗？我是谁？这个问题你早就想知道了，是吗？你就是玉皇大帝的转世法身。可你很快就不是了，因为你落到了我的手里。弟子恭迎法祖大驾。尔等起来吧。
谢回法祖。丹炉和黑莲准备好了吗？依法祖旨意，都已准备妥当。法祖，现在就开始吗？49朵黑莲与我体中的黑莲不同，乃是弱水阴经之物，剧毒无比。经我的黑莲圣火煅烧，无论是法力多么高强的人，也会烧成灰烬。法祖法力无边。今日断杀法身，玉帝再也不能回到三界之中。恭喜法祖！你们的功劳也不小啊！法身一死，三界永远在法祖的掌握之中。他的天灵怎么还会发出护体神光？法祖，曾多次见到他的护体神光，以弟子愚见，这并不是灵堂的真元，而是玉帝之灵附在他的身上，遇到危难便现身相救。金丹是无法断杀其法身的，此怎生奈何？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7颗金丹。之前，灵妖率领6灵将赶到云雾山夺宝。
被石敢当守卫计打得1死1伤。现在我们时日无多，黑袍，你负责此事，务必要在33日之内让所有金丹。遵命。那法身怎么办？将他押到天界的重华宫中，而后在重华宫周围按6魔之术设立真、变、鱼、和、容、专6个小宫。巨蟹率6灵将，华莲、铁马、圣纳提、乌阳、灵驼负责镇守，一定要保证万无一失。是。